面對地檢油品事件，淡市會30號上午食安專案由副局長趙慶輝帶隊，專職單位衛生局長進行報告，都希望重新恢復民眾食的信心和安全，唔通衝擊美食之都的觀光。議員會中除了檢討第一時間教育校園油品清查有出入，甲後續的應變作為，對着一級地檢物本偏比的自主檢驗力不足，呼籲市府便利預算增加實驗室的儀器甲量能。咱若要家己有設備，出代志你驗你攏驗袂得啊！學生囡仔食咧巴肚食去，你頭講無啊？所以蔡總統咧罵就是講，你頭啊根本就強調你唔對。那無迄個必要你袂先就公布講無半斤，啊尾也可互掠出來，給咱有開的嘛。咱若家己有，咱唔免靠別人。我們一定要事前去做這些動作啊！你袂當甲中央互咱下達命令的時陣，咱較來做嘛。因為畢竟這個獨有的事件已經發生了，所以我們必須在更快的速度去把所有的，不管是上游廠商、中游廠商、下游廠商，那必須愛甲所有這些資料，給提供，叫伊提供，互咱去檢查。我們不管是源頭管理啦，現在有一個重題，就是說源頭的部分，我們要求廠商自主管理。可是在這次中聯油事件裡面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，他即使自主管理，他自己自主的去這個南橋這邊有去檢驗出來了，可是他們檢驗出來的時候，他們一直對實驗室裡面的這個檢驗有一個問號，對，他很擔心說會不會有通報了，結果是一次錯誤的實驗，所以他們就說他們要複驗。面對台南後是維持委外檢驗，還是家己增建實驗室擴大測驗？衛生局表示，也是愛考量檢驗儀器甲營運成本的詳細評估。不過會當確定是將祭出源頭管控、製油品管、風險管控等3管，以及辦理食安演練較重要。現在規定他們每一批都要查，都要有油，所以我們會做的是什麼？我們一定會去看你的實驗室有沒有每一批都有檢驗報告。第二個，你一定要留樣品，你的樣品我們也要去抽啊。萬一你每個檢驗都說你自己正常，那所以我們的實驗室也會拿這個它的樣品回來去。當然送的話不是我們自己建實驗室，我們還是送第三方公證。其實送第三方公證也有一些好處啦哈，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他們是專業只做這個，所以他們的能力或者這些是很可以被信任的。第二個，因為這個有第三方公證，也可以避免認為說我們是不是跟這個私人的單位，我們是不是又認為說我們跟他們又有什麼不正常的關係？可能他用不好，我又給他暗砍，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有個公正檢驗單位。面對重大食安事件，議員無分哪裡只問健康，更希望報告唔通淪為形式，而是持續精進為民把關。台南新聞，阮籍張偉忠採訪報道。